收看基本嘅福喜类呢个节目啊，乡亲朋友饲到两球吼，天气实在寒热咯。在天气寒热嘅时节，从头要饲到讲，都市当像唔会要啊，热啊心咯，解啊心咯。到底热天开始就心嘛个冻死哦，大家把饲到冻空田有影响咧，基本嘅当绕墙都个里边咧吼，是影响事，啊大家咧分享到底用影事，大家咧分享今个里边其实係突然之間嘅防水妹影響事分享。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係桃園議員范水敏應用師，今日當歡喜來到啦。嗱，大家咧打嘴鼓，今日當歡喜就咧分享到營養師吼，純美老師就咧獻，純美老師啊就咧獻啲營養師吼，喺問佢講，哇，平常時會凍冇汗冇用，凍冇汗咯，依然上班都冇汗，依然上班都冇汗，而且你下要凍因其實就咧在儲存空田。都带很容易洗，所以动问题啊，为了自身啊，会来问啊，对不对？是，对，所以其实要很多讲座，对不对？在医院或是社区有很多的讲座，是啊，普通时嘛有动到平因，基本问爱讲用班是下健康，啊有嘛该平的用班是安尼。好，我喜欢用动好诶，因为这样是代表讲，大家动出来都带容易去，基本意识到，对，我俩可能有嘛个问题，我应该用应该写东西，因为讲哇，都需要的买个东西那都是血，错，对，而且其实而且有到营养师会打嘴鼓吼，收获都会很大哦，因为他忙节目忙开始也直接什么去讲，俩系嘛个，俩系嘛个，你听很容易写。基本上强抖音上是为了俩平时到乡亲会来分享，热天给世界动因为起到讲啊寒热哦，我吃不下，没有胃，没有就是没有想要吃东西，没有胃口，对，所以其实夏天应该要怎么吃？热下吼，热天时啊，暗热啦吼，啊，前抖音吼，几度会上到的是该凉拌的东西。哦，那上张的有该糖尿病的病友会，那我们也是教导病人，就是在吃凉拌的蔬菜，还是要考虑到均衡饮食。是，我觉得老师讲的很好因为台家一般因台家是会想讲夏天因为讲台家讲哇，我要吃热热的汤，一般来说比较不会觉得说，我们吃点凉拌啊、凉拌的东西，凉的觉得爽口，感觉很好。可是有时候台家是会想，那这样子够营养吗？因为凉拌会觉得说好像蔬菜比较多，够营养吗？所以老师刚刚讲很好，均衡饮食还是很重要。那第二位吼，我到台七家讲吼，你若讲紧紧的是该凉拌的东西，然后我们卫福部还是建议大家有一个均衡饮食的概念。对，所以我们还是有提出说六大改均分饮食，还是有6大，还是要很注重，对不对？是。对，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有6大类改食物，就是今天老师特别到台家的小改，到底是哪6大类食物，大家还是一定要把握住。一般来说，我们健康的成年人啊，就是依照这个卫福部的这个指南哈，就是所谓的均衡饮食的概念。对，你讲又某些都俩一红啊哈，你的饮食就是算不均衡、不健康。哇，刚才可能是你只是某些都俩6大类那大白在社区做卫教的时候，就会发现，那大白啊问讲吼，你有当然食牛奶吗？好，请当然记得袂卡数讲爱冇食牛奶。嘿，那我先从那个我们每天要吃的饭啊，哈，面啊，哈，包为馒头来讲哈，它就是所谓的那个全谷类。是，那全谷类一般来说，我们建议量就是1.5到4碗。对，所以其实面包也算，馒头也算，因为一般因为讲胖冇算呐，面包冇算，馒头冇算，其实也是算的。唔过俺当到平因，佢感觉吼，该是该有的啦，是蒙铺啊，都冇算盘，唔过该系唔错。其实蒙铺啦，有的饭酥，它不算盘哦。所以乡亲朋友，你先去听错的时候，你也讲全谷根茎是全谷茎广类盘也算，汤也算，面也算，板条也算，蒙铺、冻粉、封条、黄豆、红豆。你真的是营养师，真的对，这些都算是，这算是一种，这个就是一种，对。比较白话一点，就是我们每天吃的淀粉，主食啦，主食来讲哈，过来都系，当然也是到豆、鱼、肉、蛋类，豆类、肉卵好多哦，豆腐啦，豆腐也算蛋白质来源哈啊。不过我们新的一个饮食指南建议就是最好每天能够吃1份豆制品，豆制品，豆奶、豆腐罐。你弟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
因为豆制品来讲，它有很多的膳食纤维，然后它不含胆固醇。那普通因哈该用的是铁豆反而忽略了一些豆制品的一个摄取。是。所以他的建议哈，以前它不叫豆鱼肉蛋类，对，它叫做鱼肉豆蛋。鱼肉豆蛋，感觉上是豆放在比较后面。是，如果等下老兄其没有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新的一个观念哦，就是你一天之内的6大均衡饮食里面，我觉得豆类很重要。是，你喝豆浆也是豆腐干、豆类，这些是很豆类，这些或是这些豆类制品是很重要的。是，对，所以我们就是会建议，如果可以的话，用一些豆制品来取代部分的肉类。对，那当然这边有霞豆公蔬菜，那呛水狗子挺虫嘛，水果类、蔬菜类，这个是每天都在告诉大家，一天一定要洗豆呛水、洗豆狗子。还有2瓶玉霞豆像低脂乳品类，供它。说比较白话一点，就是所谓的低脂奶类，古青豆因糖豆跟牛奶，低豆跟是牛奶的欧里度。那我们就会教民众，其实我们讲的乳制品还包括cheese。对，如果你喝牛奶会欧里度，那你还是可以吃cheese，对不对？或者是酸奶。酸奶，对，优酪乳啊，或是优格，其实都是我们的低脂乳制品的那个分量。对，那这里讲的那个一杯，如果不开又该闻嘛哈，我们讲的一杯就是这样子，叫一杯240，对，240cc。那这里的建议是1.5到2杯。对，而且这边最后一个有最重要，要跟大家一定要分享，台咖利亚豆公今天每一天都要吃一点点的坚果类，主要是因为坚果类那种昂狗因为东西它里面的油脂是很好的油脂。那台咖师公吃多怎么办？营养师是公吃多就是胖啊，对不对？可是要吃一点点，那一天大概吃多少？其实这边老师有带，对不对？对，这边我们看到的腰果或是杏仁果啊、开心果哈，对，为了让大家比较好记啦，其实我会比较好记的方式就是10颗，10颗，对，10颗你就把它算1份，对，因为大家会讲，它天天吗？太复杂了，你就记10颗就好了。对，像这个腰果啊，或是这个杏仁果，大概10颗就已经达到我们的保健的一个功效。是，给黑下好尾油啦哈，对。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吃1份。对，那老师刚才有讲到冻床的概念比如他说一天里面一定要吃豆类，因为豆类有一个很重要的膳食纤维。老师，你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简单讲膳食纤维是什么？而且它要如何取得这样的膳食纤维？其实膳食纤维就是说，那些的哈皮该东西啊在我们的肠胃道没有办法被我们人体那个酵素所分解的，是，所以它就是会排出我们的体外，那也可以帮我们排毒。对，但是这个纤维质这个膳食纤维又很重要，对不对？那我们要如何取得膳食纤维？刚才是头驴是一个从脑走得到膳食纤维的一个营养来源。对，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得到膳食纤维，比如说这边就有写白米饭也可以。没。该ผัดหมี่好，给冇膳食纤维没有，改成糙米饭，对不对？那一般我们在卫生福利部建议我们国人的膳食纤维的建议量可能要20到30公克。是。那你若讲当你3寸拢是ผัด米盆来讲几度好冇啦，最后因伊做的是一串的全谷类，那真正的全谷。那您讲的都糙米啊、紫米啊、毛豆薏仁啊，这些五谷杂粮饭都是很好的一个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取来源。对，所以老师有没有哪些人特别一定要吃到膳食纤维？哪些人呢？其实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会建议，就是一定要摄取到足够的膳食纤维。在那个卫福部这边的调查结果，其实很多人冻因啊，这些膳食纤维都是冇啦，因为外食族很多。你来订我回讲，你很一碗面你就会忘了点青菜。对，所以大部分这样统计下来，我们的膳食纤维是不够的。可是会不会有一些人他最好不要吃太多膳食纤维？会有这样的情形吗？一定会有，因为任何东西它再怎么好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说，可能在摄取部分，例如说，你讲。该龙应该叶胃冲行蠕动比较慢。虽然我们会常常说，老人家可能膳食纤维要多一点，给水洗毛啦，你就反而会让排便排得不出来，然后常常就是会到医院去挂急诊，因为肠阻塞。对。
这个真的很重要哦，像竹笋的膳食纤维就很够，对不对？用起没有？其实纯美老师到台高的分享的是，你饮一地毒，当然要吃冻豆钙啊，一定要取得适量的膳食纤维，你讲膳食纤维啊，用来东西对你身体好控制，比如讲糙米饭呐，然后比如讲的五谷杂粮饭，呛脆果子听出来就膳食纤维，不过听出来注意哦，台高要讲，膳食纤维。有时候没总没系统到，因为像龙眼钙，你看就是有新闻哦，一个龙眼钙给可能给肠胃蠕动没有这么好，可是他连续2个礼拜，当一周是竹笋，现在是竹笋的季节，对，高纤，他就哇竹笋好好吃，当一些竹笋，结果用改善，你知道吗？便秘，肠阻塞，其实就是我就先讲的，对，龙眼钙冻浆吸水，啊，佢弟弟袂毒，筋膜感够袂硬。啊，佮到水洗冻烧，那这边也是要特别呼吁，你行业天气哈，那我们人体比较缺水，那你就一定要记得要补充水分。是，那到底要怎么吃呢？水分，因为前都已经讲，是嘎对有水，安爱是几豆呢？其实我这边有跟大家建议，就是每公斤体重，你讲50斤的斤哈，那大概乘以30cc 的水。所以这样是1500。对，那你讲好台 Q 音，它可能80公斤。哦。那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你亚公丁我不会做生意，那可能就是不是只有乘以30了，可能就是要35。对，因为如果你走个室内吹浪体吃到你，比如1500来2000多，你走都会做些斤流反应动一下好多。其实老师讲的非常改好，了解讲热天都带用饮食，你讲热天除了安用食，还有嘛改东西做得是，请大家聊下，等下就上来。今日东方伊走的绕墙头访孙木已经认识那个节目地图到台高的分享哦，真的绕境认识在打嘴鼓的世界是不是都收获很多？因为一般你俩都被送半人因动豆给是卖家偏动的些，有时候真的不够营养。其实所谓的不够营养，那个没营养，营养不均衡。对，那总营养总那个哇，3餐是食盘天天要做唔得，是呛臭要做唔得，是果子啊做唔得。对，所以金钟市长会讲到。车水讲6大均衡的这个营养的食品里面，豆类很重要。还有提醒大家，提醒大家，当一朵是膳食纤维，就是有纤维的东西。可是呢，有种的是甜豆，因为你也搭配水一起喝。吃太多纤维没有喝水，有种的。所以其实还蛮辛苦的，老师。还是有学问的。还是有学问。我们两行后老台高的分享，热天人家常说是吃东西就是吃当季的东西。就两行热天呢，营养师今天特别到台高的小改，我们有很多瓜类可以吃，对不对？其实刚才老主公都很有意思啊。是。两行热天气哈，身体最缺的就是水分。是。那当季的蔬果居豆的都会挂蕊。挂蕊，紧实的。它挂蕊的营养成分大部分来讲是。都会水分，都是水分。那水分最多的，我们这边有列出来哈，大概有这几种。大家都在看到。冬瓜，热天气哈是冬瓜做在港枸杞啦哈。那它的那个水分含量有97.1哈。只是冬瓜哈，一般来说就是说，如果100公克里面它有97.1公克都是水分，所以这些瓜类它的那个热量很低，是那种。热量低，水分又高，那夏天就是要补充水分。那还有一个特色，它们的钾离子也特别高。好，这个钾离子是它可以排钠，哇，所以比较容易就是说你哪会含水原因哈，就水肿啊，对，女性朋友，或是一些孕妇到后期的时候，你走在洗俩挂蕊的东西，冬瓜汤啊，对不对？或是一些小黄瓜哈，它那捆该。天然果的该台内瓜，就大黄瓜、胡瓜、台内瓜，哇，它有96.1% 的水分。是，再就是那个水内瓜，小黄瓜，这边有现场也有小黄瓜。对，那夏天吃小黄瓜最消暑了。是，不管是生吃，或者是凉拌这样子，过来都系该。大家你还会讲铺啊？铺诶，对，铺诶嘛，两下膝盖冻到，对，该种红因。总冻豆超铺啊，铺的冻头线哈，它有95.1%哈，过来都系该脆瓜，有94.6%，而且菜瓜是单的煮就很有甜味，那很营养。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就是腐瓜，一般人好不好是该腐瓜，腐瓜营养价值真的很高。是，您讲红的天气都会是该腐瓜刚补起，嘿，功夫。那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你天气哈，每个人都脾气比较燥热一点，是，所以要多吃一些苦瓜降火气。功夫啦，其实我觉得今天特别介绍这种叶天的世界都是这样的当季瓜果类很多，而且叶天也是需要水分，而安庸改瓜果类它的水分很多，其实营养价值也很高。对，所以其实金姑妮纯美老师真的很用心哦，哇！来这边帮我们带了很多，现场有很多食物，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昨天看到像前冲一下冻等一下改tomato，然后那个春美老师说，我这个 tomato 很漂亮等一下会教大家怎么去选购这些，所以 tomato 也是夏季一个非常重要的水果，对不对？tomato 我等下会讲下哈，在营养学来讲哈，tomato 有洗杂的，有太杂的哈，太杂的来讲哈，它是酸呛脆。太杂嘞，嘿，太杂酸呛脆。嘿，你若讲洗杂的像圣女啊，那个小番茄哈，它就是算那个水果的分量。是。因为哈给它甜，好，那我们就把它归在那个水果类，刚刚均衡饮食里面的。像是外国人，玫瑰英基都讲，我想一定大白讲是狗子，他说 tomato 嘿。呛出来因为狗子，所以这边讲台渣给我们说是蔬菜，小个的剩女的我们就说是水果。对，所以它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比如说还有胡萝卜素，好，台家走在看到，不过到底要怎么选？我底下有第一杂类哈，你看底tomato太杂，安尼冻等一下哈，冻酱。其实最主要是看它这个地头，是地要新鲜。对，那这个一看就真的还蛮新鲜。是，然后我们看一下它顶部这个，就是它的放射状哈，其实可以看到很明显。对，那这个老师给我一下。对，所以乡亲朋友意思，你也意思讲，其实你挑tomato也是地头最重要。对，然后呢，它看起来它的地头是像这种放射状的。它旁边那个顶部旁边的顶部看起来像是放射状的，安庸就是比较新鲜，比较新鲜的番茄，然后形状就是要圆，因为形状圆圆的，对，因为tomato它长得就有点歪七扭八，那就是蛤蟆酱啦，蛤贼啦，那个可能就是品质也比较不好。对，虽然说有些人他说这个种的莫按酱啊，不过你讲讲是喜葱蛮多。尽量挑选这个。像老师基本去带你了解tomato是真是冻酱，所以讲你大家乡亲朋友会讲是西葱麦，直接是安用改tomato，就是像信上讲的地头好气耶，然后好像旁边是形状是放射状的圆圆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tomato。对，它要怎么保存？tomato来讲的话，一般我们嘛系变底该变凶啊！你若讲会变下久哈，我会建议就稍微穿烫过之后，然后放在冷冻，用那个密封袋把它放在冷冻。是整颗穿烫吗？对，稍微地头拿掉。对。然后贵在用水里穿烫。对，可以保存比较久。然后放到冷冻库保存，至上张眼。乡亲朋友系讲你平常时买到铁豆改tomato有新体的时间用较晒，冻简单是像线上讲的地头落去拿铁那去。用水里穿烫，不用到密封袋，不用到冷冻库，就得保存上张眼。对，那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tomato它又很有营养，对，然后呢又可以保存的这么久，对。不过现场还有一个食物，腐瓜在这里，这也是老师带来的腐瓜，对不对？前都因为降解腐瓜的腐米啦吼，咁讲啊了未到台七家用班吼，吃腐瓜做得是都健康安尼，都当然容易吃。不过你先来讲，其实苦瓜很有营养价值，对不对？丰富的维生素 C， 还有叶酸。咁古了几多年吼，有很多的研究是。腐瓜基做的降血痛降血痛，又可以健胃，然后防中暑。其实最主要是它第二降火气啦，降火。对，所以选购的时候，老师有特别提醒我们，像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好的。其实苦瓜它的品种又挺多啦，哈，安尼两款都会给。白玉苦瓜，对，好，那白玉苦瓜其实我们会希望它这个凸起的地方特别明显这样子，然后如果给地尾都有误点都冇卖给，好，那大概就是已经比较不新鲜、不烂态的该苦瓜来讲哈，苦瓜来保存的部分哈，用保质保温，不用伫个下冇晒到你挑的，冇都不用变小，它可以
放2到3天这样。是，所以今天纯美老师带了一个苦瓜，一口时期都冻酱，老师真的很会挑苦瓜，就是旁边上面那个凸起要特别的明显。对，因为台家一般人都讲苦瓜穷爱都不哈，我的家人永远煮苦瓜是炒一盘苦瓜不台家写。那当然你都串它一些冻溜汤，比如说苦瓜咸蛋有没有？可是你还也天斗嘞，我觉得要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吃法，凉拌，但是要怎么样凉拌会好吃？有走得稍微降低一点点它的苦味。是，对。我到台市家吼，你该苦瓜吼，卖准的改下吼，你籽啊，然后白色的膜一定要刮干净。是，那因为白色膜有时候真的比较苦，一定要把它刮干净。刮干净之后啊，那切下泡掉，切的薄薄的，切到泡泡，切的泡泡哈，泡该抓一点盐巴，抓一点盐巴，抓一下之后再泡冰水，然后泡完冰水之后捞起来之后，你要淋上一些简单的一些酱汁啊，例如说像和风柴鱼酱油，然后最后那个酱汁里面不用盖柠檬，因为柠檬的酸可以吸苦味，它就不会有这么苦的味道。是，所以用前面用几袋嘛吼，他们一类动起不会很难呐。很简单对不对？跟以前的吃法，还有讲你某种会炒，因为你电抖嘞，大白炒苦瓜，而且又有油，我们尽量少掉那个油。是种你纯美老师讲你也讲麦豆安用改这种白色的这种白玉苦瓜这一种，只要里面地毒肉给被抢了，然后白沫停出来，然后给拿贴，切的薄薄的，泡，切到泡，对不对？抓一点点盐，然后呢再泡冷开水，笨水泡在早都盖一些雷梦，哇塞，你讲比如带了随便都。冻喉有冻喉是个凉拌的苦瓜料理了。老师你真的很厉害，你家里人冻很多哈，你回去都煮这么好吃的东西给家人吃，对不对？对，好，所以用亲朋友他们有买个料理，走得到台的父母，还有买个钩子，提冻金种有冻食行业天线，大家聊下，等下再来。你走的绕墙头，访春妹已经重视来到节目地档哈，我觉得哇，真的也听到大家的分享，安永改小知识。其实老实讲，安永改地是台家地，也不是没听过。我觉得绕墙欣赏来到节目地图，就是我们要一次一次的踢响台家。我觉得有时候人会有惰性，对不对？有时候吃东西为几代想讲，哎呦，俺麻烦，其实不麻烦，膝盖还会动虫。松天节目讲的福瓜，我觉得其实动向亲朋友听错不动好是福瓜，对，如果山西福瓜其实动福，讲带记的不某种改料理的东西，讲带记的改苦味，大家吃起来就又清爽又健康。不过两片其实还有叫冻虫的改钩子呛出来，大家的分享你华语讲秋葵。它干嘛嘞？昨天讲按照 Z 头，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那个黏液，然后你还会讲 Z， 对，就在现场这边，这是营养师特别带来的，对不对？好，然后秋葵它有很多的营养价值，是豆哈。前段有谈过是秋葵做在降血糖，不过哈，跟降血糖来讲哈，它会上血，就是把它切之后，它最主要是因为它地位都会该汁啊，它有那个抑制那个淀粉酶的一个效果，所以它的那个最主要是那个。叶子啦，对，叶子，所以你看，你讲秋葵去做降血糖，这边还可以降血脂，你讲降血油，对不对？那降血油来讲哈，它的功效最，按是下也袂该热啊，对，就是那个黏液，水溶性膳食纤维。所以用亲朋友洗秋葵，所以千万不要把黏液洗掉，对不对？那个黏液很营养。那其实，在料理的时候，我也会提醒大家，你讲卖转来洗下，水洗下哈。你要底条莫切开，我知道，很重要，直接烫。对，那用亲朋友讲就是秋葵麦种那些，这个地头莫落去切开，就是你也故意挑烫，而且新上又特别老台家的不一样就用改秋葵地头保留着，而且它表面其实有一点点毛，是对，而且老师有教一个小撇步。到底秋葵要买多大颗的秋葵？几公分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是建议大概就是5到10公分，那10公分是最好。是。那像现在现场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长度。差不多从安永改冲突水台干以卖秋葵最好的长度，它的品质会比较好。品质是最好。你拿卖铁葱哎哈，它就是真的比较老。好柔啦，对，好柔，所以它也很营养，对不对？那我们来讲一下秋葵的营养哈，基地维都会轨迹啊哈，冻够
100克里面它大概也有100克的钙质。哇哦，所以可以取代牛奶，对不对？我们还不是这样子建议，对，因为刚刚有提到均衡饮食哈，也还呛水，的部分，牛奶它是奶类的部分，它呛水可以多吃一点绿色蔬菜，它的钙质是比较高一点的。所以哈，其实到大家都分享哈，你俩有少给他们改小黄瓜冻葱饶哦，对不对？苦瓜冻葱饶哦，改下有讲到底下讲到系秋葵你讲这一条，用个呛水果子啊，附一种葱饶。我可能有一种改呛水，大家好摸熊豆哎，两把个东西的，就是茄子 Q。对 ，Q 其实是一个很有营养价值又很有膳食纤维的青菜。那 Q 来讲哈，它的膳食纤维是非常的高，大概100克也有2.2克的那个膳食纤维哈。那头盖 QA 来讲哈，你看这个画面上的那个 QA 哈，它就是非常的有光泽，呈现紫黑色，它的花青素也非常的多，对，花青素那就是我们讲的植物性的化合物这样子哈。那讲用班保存哈，你就捞去。不用它照掉的哈，保质保温，不用变相，不用2-3年拢做得啦呢。对，所以这是 Q 哈，而且像爱是冻好是 Q 啦。如果你买咯，如果 Q 开始给放去冻，一般你用炒也是好是 U。所以我觉得你也天斗嘞，大家还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洗 Q 也是蛮好的。我们都尽量用清蒸，尽量用清蒸的，沙都是哈，其实像头排吼种下来，录音架一架种水种 Q 的，你好几架沙是冻好些。对，文头 U。当然这边还有一个东西，我们说四季豆、西龟头，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蔬菜。以低维度的营养价值来讲，基于胡萝卜素，还有这个缬氨酸哈，是，那它也是一个可以增强我们免疫力跟抗氧化的一个能力。然后洗葱嘛，捆得多啊，青豆呀，四季豆。那我们在选的时候，尽量它能够比较鲜绿色，那摸起来湿湿的比较好一点。对，所以这是四季豆的部分，对不对？当然小黄瓜刚才又提到大家都小改，我觉得动物饮食也是这些，两下你可以讲东都不喜欢哦，你不一定只可以吃到很多的青菜，但比较容易走在洗豆了水内瓜。对，所以水内瓜就是挑的时候，那个表面凸起的是最新鲜的。我等下会。到台七甲讲哈，你等下捆都会改小黄瓜哈，它比较特别，它叫水果小黄瓜，所以就不像我们讲的，就是要表面凸起，因为苍蝇那个刺啊，普通那捆都改小黄瓜，它的那个外皮这里不是有刺吗？会苍蝇那个，我们是选择这个是比较新鲜的，然后最后哈。规挑哈，它的粗细大小是一样的、一致的。莫讲哈，挑生动台记，每挑哈，谁记，那个就是品质比较不好，水分比较不够的。那我这边比较特别，它是水果小黄瓜，它直接生吃，它口感很好，所以它的选择可能就是跟一般。我们看到小黄瓜哈冇孔用哈，所以你节目健康道理啊，大家有发现到冇？其实金钟是推荐大家写的东西都会热天又改果子，你不要去热天某的果子当你卖该好冇意思，你就吃当季的瓜果类。基本上大家小改冻豆都是冻入金钟，这里供血通、供血油又可以抗氧化，又这里降配改一种改果子。如果填充我们的老师很用心哦，去贴别到大家的起家走的哦，这边现场有灌沙拉。对，像这个有时候中午就可以把这个拿来成为一个部分，对不对？当便当或者是当轻食哈。是。你看热天时哈，上班族什么囡仔学习唔落哈，他们也是嘛，该去家地务卡做俩2-3年冬流行的该灌沙拉。从性上俩是起架走，而且酱汁不一样。我等下又走2种酱汁哈。如果比较清爽一点的话，我们就是用和风酱。对，然后地维毒哈，其实灌沙拉，我们还是建议要均衡饮食。对。那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灌沙拉里面就。在5大类食物都有，为什么只说5大类？因为没有奶类，那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来补充。那光营养价值来讲哈，我能讲到该来有荞麦面。对，大家可能冇注意哈，灌沙就是一层一层的哈，你都节目地图又冲头都胸前面的小盖，所以它最底下其实这是瓜果类，
对不对？水内挂小黄瓜，然后这有荞麦面，荞麦面哈，膳食纤维非常的高，它就是我们的淀粉类。淀粉类，那它是一个很好的淀粉。对，然后还有可能那种洋葱，紫洋葱，那种 tomato， 我又该鸡胸肉，哇，又有肉类、蛋白质，然后蔬菜，所以乡亲朋友哈，你要灌沙拉，其实都很饱足，对不对？而且有动饱，它也天气也是些因为起都动油，然后吃起来很爽口。很好从老改事情，你讲的，你节目一开始到大家的分享也是，你讲有6台改应用，你讲均衡营养，那营养师说有，这里面有5样了哈，又5种嘞，是有几种吗？就是我们所谓的奶那个像比如cheese啦、牛奶的那个油脂类。不过没关系啊，你想看，是讲基本是按用。马改金肉都有嘞，你自己可以再拿一杯。其实油脂类的话，你讲因为您该当够放坚果，那老师你那个给我一下，来，乡亲朋友。那如果说黑公熊基本你黑公是的哦，是就会是些什么买咯？你是性上走爱用一罐，和咋个钙用钙，你讲硬果、坚果类，就6大营养都有了，就非常非常的均衡饮食了，是不是？然后又健康又好吃，对。所以乡亲朋友，你基本绕墙头应用是那种节目地图哈，简单改。那大家分享豆蛋嘛，改很均衡饮食，你天豆类豆蛋也是嘛改，其实可以聊的东西还好多。对，老师说讲都讲不完，是不是？是。而且还有不同的料理模式，所以啊，基本呢，按用一两种来节目，弟兄亲朋友来秀播有许多动态嘛，还个还很有心嘛改，你是找你这种是按用带来改，按用改。呛水果子6大均衡的营养的食物都吃，我觉得这样子就对了。所以其实哈，天然哈都改西点，希望你改老师豆豆那种节目地图到大家的分享，所以希望下次还可以邀请到老师来。谢谢哈，这是你突然一直改防春味改应用4哈，天然哈嘞乡亲朋友哈，你有天然线上在走润通咯，第2天容易写，该没有豆豆润通豆零水，所以天然哈嘞，你有绕墙你改乡亲朋友聊下啉下茶，等下再做你改节目地图嘞天。你改认同线上咧，强下大家咧做认同了。